台南拍算要升起安平跨港大桥来疏解旧城区的交通，带动经济观光产业。虽然该工程已经连续6摆流标，目前才第7摆招标，不过市府就有信心并今年底开工，所以提早联合廉政署、地检署成立廉政平台，要协助公共工程不受外力影响，确保品质。强调一旦有检举不法，一定追查到底。看到一些豆腐渣工程或者是工程品质不好了但是那会出现这样，当然是厂商觉得无利可图，他就偷工减料。但是他为什么会无利可图？可能在投标的过程中，或者在设计的过程中遭到不必要的、不当的干扰，因此我们就要减少这种干扰，让这个工程制作端或是设计端能够在一个合理的这个透明的机制下，能够做出最好的工程品质。那台南市也是有成立了7个，所以非常感谢台南市对这个重大这个廉政政策的一个支持，也可以看得出市长非常重视这个工程的品质还有这个整个工程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时效的问题。大桥的新建这个可以解决我们安平地区的交通拥塞问题，也可以重塑安平港的形象。可以感受到我们市府的团队对于公共工程规划的用心，还有对于安平港周边交通还有观光问题这整个发展的重视那我们感到非常的佩服。目前台南重大工程启动廉政平台已经是第7个，其中安平再生水厂已经顺利完成，让公务人员依法推动无效果之优。透过制度宣示清廉、清净、公开、透明的决心。台南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